夜竟是錯。李克勤留戀情是我，曾經愛你是那麼多，無心人是你，令我熱熾熱愛一切沒希望。而今再沒有力氣共你在這夜玩火。哎呀，好开心哎，很开心啊！李克勤先生，我们30几年的交情了。对，我们1、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。喂，谢谢你啊！原来我还这么年轻。但是呢，在这30几年的交情啊，我去香港发展的时候，克勤带我去打球啊，打保龄球啊，请我吃饭啊。对，你应该感恩，就是我带你去打球，你打球的时候还不让我，还要赢我，哎，不能让。然后大了一点，我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你还是打得比我好。哎，不要这么说。但是李克勤啊，是让我的事业哈惹上麻烦的人。你们知道吗？有麻烦。有一年这个蒙面歌王啊，李克勤来参加了，我是评委。李克勤一上台一唱，鬼都知道是他了。他戴10个面具，你都知道是他。然后呢，其他的5个评委，哎呀，李克勤，我蛮喜欢你啊，李克勤。5个评委讲完都讲他是李克勤，我还能讲吗？我再讲他是李克勤，下个礼拜就没有李克勤了，我就断了他的赚钱的机会了。因为我的耳机里面导演不断跟我说。吴老师，李克勤签了3集啊，第1集你能不能把他的脸接下来，让他走啊？所以我现场就讲，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李克勤，但是根据我跟克勤的这个交情，对他的歌声的熟悉度，你是假冒的。你真的很厉害，你真是把电视台那些幕后的那些都讲出来了。你还有这么多的综艺可以上，你的还是厉害了。没关系，因为我钱都收完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讲真相。有些节目讲完就倒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很多节目都没了。你知道我在舞台上多伤心啊！我戴那个面具，然后他说不认得我，我的那个是什么人啊？认识了好几10年的朋友，还是不認得我啊！其實係咪可以講廣東話㗎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佛山嚟㗎，有台嚟過，大家好。有一年咧，我參加個節目叫做《蒙面歌王》。真。總之咧，呢個人咧好開心。我覺得喺我嘅生命裏邊咧，能夠認識一個超過30年嘅好朋友。由以前我識佢到而家一路唱歌，都係一樣咁好，一樣有咁多觀眾，一樣有咁多朋友嚟支持佢嘅。我心裏邊，我今日嚟到呢個舞台，我覺得好開心。恭喜你！犀利！咁李克勤咧喺我朋友當中你係好特別嘅，識咗佢咁多年，到而家為止咧，佢仲係咁靚仔，又咁似個僆仔，唱歌嗰把聲咧同30年前一樣咁好，真係犀利啊！係咪啊？我仔10幾歲啊！你仔呢個女好似出道係嘛？我女20幾歲㗎啦，出道唱歌啦，係啦。慢慢嚟，佢有排捱㗎啦佢。會唔會嗌上嚟嘅？遲啲有機會。你嚟過唔請佢嚟㗎啦。呢一場唔使啦，嘥錢就請佢。下一場。嗱，我休息下，將個時間交俾李克勤好嗎？克勤，交俾你。你慢慢換衫，換耐啲，我有好多歌可以唱嘅。係咪真係識聽廣東話㗎全部？咁我就唔講我啲唔係好講得好好嘅國語啦嚇。
我覺得作為一個稱職嘅嘉賓咧，希望咧可以將個場面咧搞得熱鬧啲啦。做嘉賓係咪？咁佢換衫嘅時候，我希望佢可以聽到大家嘅歡呼聲 ，OK？ 反覆不應撫慰他，我決意一生活着手足的他。